呢本有聲書真係數一數二咁好聽啊！因為係由 Michelle Obama 自己親自朗讀，抑揚頓挫咁樣講自己嘅人生。佢講嘅唔係一啲遙不可及嘅人生，而係作為一個黑人女性，點樣一步一步由喺芝加哥長大嘅細路走到去世界舞台。Becoming 絕對唔係一本第一夫人回憶錄，而係一本非常真實、好人性化嘅人生故事書。米歇爾喺芝加哥南區長大，屋企係一間細細地得一房嘅公寓。佢同哥哥要喺客廳度瞓床。佢爸爸係工人，每日堅持返工，就算患咗多發性硬化症都冇停過。媽媽就係一個嚴謹又慈愛嘅女性，教佢要有紀律，要識得為自己打算。佢細個好叻讀書，好想證明自己唔會因為種族同埋階級而做得比人差。入到名校之後，佢開始發現身邊啲人多數都係中產白人，自己好似格格不入。但係佢冇退縮，反而更加努力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。佢原本做律師，喺大律師樓工作，人工高，地位又高。但係佢慢慢覺得唔開心，開始思考呢個係咪就係佢想要嘅人生呢？最終佢決定放棄個個都好羨慕嘅職業，轉去做非牟利機構，推動社區發展，幫助年青人揾方向。就喺呢個時間，佢同奧巴馬拍拖結婚。雖然佢愛奧巴馬，但係佢都坦白講，奧巴馬好夢想主義，好多時都顧住個世界，唔記得咗要顧自己同埋個家庭。佢曾經覺得好攰，好唔平衡，甚至因為壓力要去睇婚姻輔導。去到奧巴馬參選總統嗰陣，佢哋一家都受到好多公眾壓力。佢俾傳媒批評穿着、講嘢嘅方式，甚至俾人抹黑成為激進分子。佢話：我唔係生出嚟就係第一夫人，我係慢慢變成嘅。入到白宮後，佢選擇專注做啲有實際影響力嘅事，例如推動兒童健康、女性教育、軍人家庭支援等等。但係同時，佢亦都堅持做翻一個正常嘅媽咪，盡量令兩個女唔會覺得自己係貴族咁樣過日子。佢定時陪兩個女做功課，白宮入邊都設立自己家庭嘅規矩。Becoming 唔係講成功，而係講過程。一個女仔點樣喺唔係咁好嘅環境度努力建立自己嘅價值，點樣成為媽媽、老婆、第一夫人，但係又唔失去自己。最感動嘅唔係佢做過啲乜，而係佢一直都冇忘記自己係邊個。如果你都曾經懷疑自己嘅方向，覺得生活好迷茫，聽 Becoming 就好似聽一個大姐姐用佢嘅生命經歷話俾你聽。你可以慢慢成為更加好嘅你。